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甜筒的时間呢，來和等的好朋友測驗。今日我哋大家人做運動，按照肌力強化訓練。等一下就會坐蹲做運動，因為有的人可能冇法度企蹲，有的人可能冇法度坐喺個大做運動，嗰時候就會用凳來做輔助工具。我記得凳要前無離呢，按你做運動的時間，那會較安全哦。大家人準備好嘛？我哋開始嘅哦。一開始我都要先來做暖身，做運動一定要記得要做暖身，安尼那會較安全，較冇挫傷啊哈。我哋更加先坐蹲做運動，前一種凳呢要記得無離呢凳呢，我哋凳呢坐一半，兩隻腳打開來，對你嘅肩頭向右翻，右手瞄蹲凳呢，我哋左手瞄右邊的耳拱，不能純側，天天呢慢慢呢壓下來，我會感覺我嘅肩頸很狠。啲啊，調起一下，調那冇停通哦，慢慢地轉，慢慢地轉，看天來下，再慢慢地轉上來，看上面，角度都冇變哦，哈，慢慢地再轉下來，不能要純側哦，唔可以撲背哦，縮肚唔可以脫腳個哈。因為佢更加在做暖身，身體都係個很冷冷，嗰時候唔縮肚冇脫腳，慢慢地轉，再慢慢地看上面，好，天慢一擺，盤起慢慢轉下來，縮起慢慢轉上去，好，天天嘅鼓勵到中間，更加地彎片，彎右手瞄左邊嘅耳拱。好，先壓下來，我記得肩頭冇聳肩哦。好，咁樣慢慢地轉下來，看下背，再慢慢地轉上去，沿住看上面，盤起下來，縮起上去，再擺，冇關鍵咯哈。我同我呼吸配合哦，天慢一擺，盤起，縮起上來，慢慢地回到中間，兩隻手喺前面，慢慢地變轉來，向當方，身體再上去一些些，盤起下來。背都是用力，再把縮起上，天天呢慢慢的上去，沿住看橋當後，盤起下來，你背囊同你腰位都有同到哈，盤起下，再把縮起上。起下來，你更加手錶下來，慢慢回到中間，肩頭轉一下，肩頭轉一下，對你肩頭變強上來，到前面，慢慢嚟轉，更加等暖身做到一片，接到啊，都做運動嘅啊哈，咁樣啊，等左手瞄等呢，右手。上來縮起，慢慢地到左邊，好，更加係肩頭向後背，手撈遠起來到後背，天天地下來，身體變強壯，到斜下背去，放長來，再擺慢慢地上來，肩頭轉，天天地做後背，沿住看到後背，沿住疼到嘅手，手去那邊，嘅沿住到那邊，再擺。因為要有轉身的動作，嗰上嘅縮肚唔可以脫腳個哈，到前面記得撲背，變上來，再綁上來，慢慢地上來，回到中間，我哋彎手，彎左手，咁樣肩頭先轉，腰會轉，動嘅手到後背，慢慢到斜前面時間。
身体不用松来扑背，吸气再慢慢的松，停顿的呼吸，冇关键啊哈。扑背，数在绑床来，慢慢的松来，改好哦。再把盆一下，吸气松来。更加有动作都会把我们的身体慢慢的捏起来，因为等下动作强度我较强一些啦哈，他赶紧身体捏起来嘛，这段都要做下一个动作的啊哈，下一个动作啊等等呢，都打直的地方，等都打直的地方，安尼等到较好看到我数很用的做啊哈，同样是会做一半哈。坐等咧一般都好诶，好，今仔就叫等好了，同样要打开了，就应该镜头同样发，冇等按前面，我得等前面一些些，好，我得等前面一些些，做嘛叫等压位诶，等下那讲本他赶紧谈哦哈，数牛顿等咧，思维慢慢的沿顿等咧，慢慢的下来，慢慢的下来，慢慢的下来，思维都啲等咧顺风，用技术夹起来。数冇安尼快快，数要夹起来，嘿，有看到我切头冇？增加头到我脚冇向前面蹬一步的话，我切头都会变安尼。我下来的时间，我切头都会变安尼。安尼我切头会冇松快，不是安尼做，我切头会错松。嗰时候头到我坐喺凳的时间，我都已经先到我脚蹬较前面一些。安尼我是会顺顿蹬的下来的时间，我脚那有。在角度那错，有看到我切头都喺我脚踝嘅上面，冇超過我腳趾頭嘛，安尼都唔錯嘅哦，哈！嗰時候我切頭一定要喺腳踝嘅上面，安尼，那我用到太落邊力，安尼那我較安全哦。有看到嘅哈，好啦，得慢慢嘅使我順頓頓嘅再坐過來，也是我個人哦，哈，得練到數嘅力，好。肌力强化训练可以练到我们上肢对下肢的力，嗰时头动作都会用到上肢的力了哈。嚟再次看咯，再次一摆，咁样都是一定要用力的哈。唔看到嗰种系用手的长短，唔过唔係用全部都係手的力的，其实都是用轻动力的哦。哈，嗰时一定要都是要數起來，再擺等你扭痕啦。嗰時那個唔可以用有力嘅，安尼都會個危險嘅哦哈。數長下來。腳同樣記得嘛？我講要向前面蹬一步，有時把腳斜斜嘅感覺。好，我思維順頓蹬咧，慢慢地下來，順頓蹬咧慢慢地下來，你都冇感覺腰位冇一個依靠，嗰種腰位我覺唔爽快，就夾下來，啲下長頓一下，調氣一下，再把慢慢地上來。坐好來，可以嘛？可以話等下的強度會再較強一些咯。此刻呢，哈，都會練到數嘅動作嘅哦。好，再一擺哦，腳向前面蹬好嘅哦，哈，背囊順出，慢慢的吸氣，盤氣，慢慢的順頓嘅蹬嘅下來，速度急到你哦，速度急到你哦，更加速急下來，我哋師傅冇錯過去哦，更加師傅冇錯嘅哦，我哋上。下上下，我係咩用腳嘅力度？我係用我嘅手撐起來哦。我係咩用腳個下？我係用手撐起來哦。下，看到嘛？上下，佢好多人呢。再一個，提埋一個。好，慢慢的順等的坐上來。好，等下彤彤啊，婆婆噶，我請成員哦，也通常就練到，等講嘅拜拜咯，一啲，拜拜咯，婆婆噶。頭到我哋用到輕度數嘅力，底下嘅動作我頓腳順出。我用到背囊嘅力，同樣動作，唔過練嘅地方又冇嘅一樣嘅哦。我哋試看咯，我成日嘛嚟鏡頭仔同一下，鏡
镜头再同一下。好，做得了吗？做得翻下就开始了哦。哈，强用竖板凳呢，可以哦。紧刚下就线，强用就思维慢慢的顺顿凳的下来，唔是踢到，哈，唔是踢到。好诶哦，准备好诶，翻下顿右脚踏出来，左脚踏出来。做緊無力的人，唔是停頓做，都腳做慢慢的，像同到嘅動作都好誒。慢慢的對個思維鬆鬆來，思維鬆鬆來，黏住看前面，唔可以看當方，看當方嘅頸筋都壓到誒，都唔爽快哦。嚇，要看前面，都是用力，更加係用嘅思維對背囊向下騰數長頓，也係動作唔係那舒天哦。哎，好，更加腳慢慢過來，數你來一些些，再慢慢的湊過來。剛剛樣呀，如果成人嘛，青成人吼，也肌力強化訓練也可以訓練較深層的肌肉，嗰種練起來的時間，不過成人嘛唔錯，啱過也可以對你嘅身體嘅變化，你嘅上肢對下肢。較有對你嘅身體健康較好啊！哈，我哋再吃100度好啊！哈，嚟強樣數，然後來一天數然後來哦，好思維順頓等你下來，好來右腳向前面，左腳向前面，慢慢嚟鬆鬆去，停下下都好啊！啲你嘅手關樣呢，我哋冇停太久，啊好誒，慢慢嚟過來，再慢慢湊過來。啊，嗰成人操嘛，更加係等動作做睇咧，我哋做伸展嘅啊哈，來我哋右手到前面做數，夾入來，係伸展一下你嘅手臂，嗰成人嘅啲，好來彎做數，右手夾入來，好不用鬆啦，我哋收起上來，陪一下。再把手起上來，陪起。頭多動作，睇緊你好唔好嘛？絕對一聽到線上來學新嘅動作嘅喲。一開始我哋學嚟做暖身哦，暖身輕重要，唔好唔記得。要做暖身，我哋運動嘅時間，那唔好錯傷啊哈！我哋先都等你好，等你坐一般都好誒。腳打開嚟對嘅鏡頭佢用法，右手壓頓等咧。左手壓右邊的耳角，慢慢的對個頭呢壓下來，鏡頭冇鬆肩哦，哈，也個肚固定好，慢慢的頭腦轉，看下背，再慢慢的看斜當方，手肚冇夾個，哈，更加用個頸筋有得轉來轉去，手肚冇夾個，再慢慢的收起上來。陪起下，冇鋪背哦，收起上，暖身都是沒有數好哦，哈，陪起下，收起上來，過來到中間，手柄頭，頭腦慢慢過來，彎片，右手面，左邊的耳角，好，先壓下來，強腰冇鬆肩，慢慢的陪起，頭腦轉。收起，慢慢嚟看當方，陪起下來，收起，再來陪起，收起，天天嚟來冇關鍵咯，陪起，收起。過來到中間，手柄頭，頭腦慢慢的過來，兩隻手到中間，手邊轉來向上面，手側側，慢慢的帶手來黏住看恰當好，陪起慢慢的鋪背，都是用力，手到前面，鋪背越多越好，再把手起上來，背囊肩膀棒重重，陪起下。上來再一擺，等個腰會不用看遠一些了哈，
盆一下，提埋把手起上来，盆一下，好，天天的鼓励到中间，手不用停。接到来做主运动的哦，两只手打开来，手指头向上面，对个右手关起来，左手从脑背捞起来，两只手手心变转来，按做得嘛？准讲唔开嘅人，唔个手较软的人哈，唔可以对更加左手再捞落后背，有看到嘛？左手捞落后背。边再捞一圈，两只手变转来啊！你要多捞一圈，你有看到吗？可以做样的都可以哦，哈！把浪存出来哦，好，更加的手慢慢的上去，沿住看桥当好手慢慢的上去，慢慢的铺背，手肘压下来，身体向前面存出去，身体跟速度存出去，带上来。手要压过来哦，再慢慢的铺背，身体像做一个波浪一样的，手要放出去，沿住藤顿手。要记得下来的时间，手要压下来哦，哈，放出去，练到背浪的力咯，我哋提慢一摆。我的身体向前面时间，压个地方，背囊用轻度力度压个地方，带上来的时间，背囊咪用轻度力度，天天嚟鼓励到中间。我的手打开来，弯手向右，手指头向前面，更加弯左手关起来，右手从脑背捞起来，有看到吗？哈，两个手心合向下。向阳就讲可以发，我的右手捞来后背，手再变转来，有看到吗？变转来啊哈！向阳来收起上来，盘起铺背，手靠近的肚子，身体再转出来，背囊侧转出来，手放上去，放高高，盘起。都是用力，手再压起来，放出去哦。还有哦，藤顿的动作，跳起哦哈，手吐冇关键哦。用屁股缩起，用再盘起，能再一个都好诶。放上来，天天嘞，不用下来，手打开来，有感觉放到很嘛，哈，来跟头痛痛啊，跟头痛痛啊，好来前面转一下，好，跟家就起起来做运动，哈，起起来做下一个动作，啊，就等你塞位一下，塞到打直的地方。塞到打直的地方，好，更加等起好来，肚子竖起来，两只手收起上来，盘起下来，慢慢的手扭等呢，右脚左脚向后边一抬扑，好，手伸出来，背囊压下去，准讲感觉你脚狠的人，轻的人，唔怕，膝头弯唔怕哦，唔过都会唔可以。腾脚，好，唔好腾脚，你嘅脚跟尽量蹬下去，膝头弯冇侧唔怕，好多尽量做，背囊要侧，手要侧，可以人都对你脚打出来。更加的手我有做变化，一开始我的手心，我的手心变为蹬的方，压下去盘起，压姿势我的下犬式，跟头冇耸肩，你也得跳起哦。再盘起，缩起屁股缩起，再盘起，冇腾腳個，屁股縮起，再盤起，
慢慢的右腳左腳，慢慢的過來，慢慢的蹼背上來，收起上來，盤起下去，再擺扭凳呢，同樣右腳左腳，一大步向後背，頭當我哋喺手心啲凳嚟向操嘛，而家就用手刀啲凳嚟向，佢感覺唔綁到嘅樹嘅位嘅冇乜嘅一樣哦，冇乜嘅一樣哦，啲啊收起，盤起，收起。盤起，背囊要用力嘛，也通咗啲練背囊嘅力度，收起，係要綁到嘅樹哦，盤起，再把收起，盤起嘅時間來樹扭凳嘅，慢慢再過來一鋪，同樣蹼背上來，睇上面變化，再把收起上，盤起下，慢慢地蹼背下來。樹扭後凳呢，同樣一大步到後背，頭當我哋手刀操嘛，更加我哋用手背啲凳嚟向，唔都會感覺手背啲凳嚟向嘅時間，綁到嘅地方係我哋前面一個地方，冇乜嘅一樣哦，上面邊嘅練到嘅地方冇乜嘅一樣哦，同樣啲人嘅背囊同樣壓下去，冇停腳個，出腿冇停腳個，我哋啲啊屁股收起，再盤起，收起，盤起。唔得收起盤起嘅時間，我背囊都冇按你痛哦，冇唔可以哦。屁股收起，盤起，提埋擺屁股收起，盤起，同樣樹扭凳呢，安全，腳踏過來，背囊蹼背。慢慢上來，收起上來，盤起下，再把收起上來，盤起下。頭到嘅通常我哋練到輕度背囊嘅力，大家你都看到，即個做咩應該有感覺，我哋樹嘅方向冇一樣，練到地方面冇乜嘅一樣哦。唔會練到我哋一開始手心，唔會練到喺肩頭下地方，手刀。對手背地方都冇乜嘅一樣哦，嗰上人操嘛，嗰上人哋更加來伸展一下哦，好，我哋更加伸展到中間，同樣嘅右手、左手夾起來，我哋綁一下，因為我哋頭都會用手長短，手用輕度力，背囊咪用輕度力咯，好，手下來。撈去後背，好，變下來，穩樹，停下下，樹下來，撈去後背，停停變停，我哋收起上來，盤一下，收起上。再把收起，盤起。今日嘅動作，他今日做到樣嘅，佢上樣操嘛，按個原來一下，明日你停頓做，我們身體會越來越健康哦。停通，我哋下次見。